2021年，一部爆款剧横空出世，从开播那天到大结局，一直稳稳占据播放量榜首。据视频平台统计，剧情完结当日，累计播放量更是突破了45亿。就连杨幂准备多年的邪珠夫人，在她的面前也要避其锋芒，让《庆余年》之后的张若昀再度火了一把，更是被广大剧迷称赞呐，除了打戏全是优点，她就是雪中慢刀行，呸，悍刀行。而主角徐凤年的故事，还得从那一年外出游历的第3年说起。作为那战功赫赫北凉王的世子，徐凤年是个不喜欢武功的主，号称全天下最纨绔的男人。为了不和皇帝心爱的随邪公主成亲，被迫外出游历3年。这些年他过得相当凄惨，游历全靠腿，吃饭全靠骗。如今我吃了您几个地瓜，来日绝不相负。可惜老农并不相信眼前衣衫褴褛的人就是北凉王世子徐凤年。眼看着老黄的手越来越靠近他心爱的地瓜，拎起叉子就追小贼。徐凤年被堵了个正着。给您自己一个机会，几个地瓜换你此生大富大贵，给钱。徐凤年是有口难言又腹中饥饿，舍不下手中廉价的地瓜，只能转身逃跑。然而最终还是被抓住了，只能用相依为命的毛驴抵押，才能将自己赎出来。好不容易徐凤年找到了老黄，就看对方哐哐炫地瓜，满地的地瓜尸体，可谓是一口都没给他留啊！你全吃了，少爷，你的地瓜呢？让人追上了。徐凤年饿得生无可恋，躺在地上只觉得人生不美好了。这时他突然看到了一旁的河，再也顾不了多少的他，撸起裤腿，拿起木叉子，直接下水准备插鱼。可惜努力半天，一条鱼都没见到。就在徐凤年没有丝毫办法的时候，远处铁骑飞驰而来。看着有钱人距离自己如此之近，徐凤年突然意识到，想要解决自己不饿肚子这件事儿，就得靠这些陌生人了。而流浪多年的徐凤年该如何下手呢？这些人又真的能够解决他温饱的问题吗？